深中通道開通滿1年啦，嗰啲去咗馬鞍島做島主嘅朋友，你哋依家還好嗎 ？Hello， 大家好，我係早晨。最近撻到嘅套圖碟呢，全部都係真實經歷啊！配套3年冇變過，雞蛋廁紙都要返深圳買，連食個麥當勞啊都要開足成半個鐘頭車程。買餸玩呢又遙遠，最殺身嘅事呢就睇住自己巔峰期3萬蚊一方入住，到依家啲樓盤掛住1萬蚊一方啊，都冇人問津。島區嘅話分化呢都好明顯嘅。南島嘅話基本上都係裸奔㗎，冇配套。咁中島嘅話呢有科學園嘅探場，北島嘅話呢入住率呢就會稍為高少少，勉強可以滿足到買餸嘅需求。但係要講到行街嘅話，都係要跨區嘅。島上嘅深圳禿道呢，咁就肯定係感受唔到㗎啦。但係深圳嘅禿道呢就樣樣提團。島上嘅話，除咗整路呢就係工地㗎，泥頭車嘅空明同埋打樁釘嘅日夜不停。關鍵呢個大工地嘅進度真係實在係太慢啦。中山自己都成日吐槽嘅一件事呢，就係一條路都可以整足成10年嘅，1000億級嘅開發，難道要靠深圳同埋香港輸入？但係講真嘅話，現階段大家都唔好過啊，房企更加係唔敢掂馬鞍島啲地。2022年14000一方攞個地，依家啲樓價話先賣緊1萬蚊一方，有咩可能麵粉仲貴過麵包啊？開發商嘅話，情願係閒置咗塊地喺度啊，都唔敢自己動工。咁100億級嘅文旅項目呢，轉手成3次啦，都冇人問津。立項4年都喺度畫緊餅。當然啦，馬鞍島呢，亦都唔係話全部都係冇亮點嘅。咁去深圳填海通勤嘅時間呢，都係半個鐘啫。咁島上嘅公園呢，亦都係非常之密佈嘅，適合親子露營啊。馬鞍島嘅未來藍圖呢，的確係好美好，但係你願唔願意壓住呢個漫長嘅等待呢？今期呢就同大家講一下中山呢個馬鞍島呢個區啦。因為深中通道嘅建設呢，將呢個區一度推上咗神壇啊！但係正所謂橋通夢醒啦。2021年深中通道通車倒計時，呢度啲樓價話一度飆升到3萬蚊一個方啊！咁粵海城同埋招商鎮灣府就上演咗一場天成搶房嘅大戲啦。有唔少嘅深圳同埋香港啲購房者呢，凌晨都要揸車過嚟呢邊排隊睇樓，導致高速口塞車成4個鐘頭。15分鐘嘅通勤，1%嘅填海樓價，呢啲一系列嘅營銷話術呢，等好多嘅投資夢都粉碎咗啊！首先我嚟講一下深中通道呢條路啦，好多觀眾朋友呢都唔知係喺邊度嘅。深中通道嘅話呢，佢係連接深圳、填海同埋中山嘅翠亨新區嘅跨海通道嚟嘅，全長嘅話呢就24公里，時速限速嘅話呢就100公里，將深圳同埋中山嘅距離呢縮短咗2到30分鐘嘅車程。咁根據鏈家網嘅資料顯示呢，馬鞍島嘅樓市成交嘅投資客佔比75%㗎。咁呢啲投資客嘅話，佢哋係唔會考慮自住嘅需求㗎，純粹係壓住通咗車之後樓價暴漲嘅啫。喺呢場炒作當中呢，通勤嘅便利呢被無限咁放大。A 準呢亦都係反覆強調15分鐘直達深圳，但係對66蚊一次嘅過橋費、早晚高峰嘅交通擁堵以及缺乏便利嘅公共交通之外呢啲問題呢就避而不談。咁更加關鍵嘅係呢，馬鞍島當時嘅配套設施係非常之薄弱嘅，規劃咗40所中小學嘅話，僅投入咗6所嘅啫。大型嘅商超同埋綜合體呢就寥寥無幾，醫療資源呢更係一片空白。中山科技大學附屬醫院呢都要2028年先可以建成。咁購房者忽略咗一個基本嘅邏輯啦，就係冇產業嘅支撐，缺乏生活配套嘅區域，房價嘅話終究係一個無源之水啊！馬鞍島樓價嘅大起大落呢，其實唔係一個偶然嘅現象嚟嘅。第一個原因呢，就係產業空心化核心嘅症結嚟嘅。一座島嶼嘅房價能否支撐，歸根到底呢，都係產業嘅承載力啫。馬鞍島曾經規劃打造科創新產業園，吸引高新企業過嚟呢邊入住，但係2025年嘅話，規劃嘅科創產業呢，僅落地咗12%，大多數地呢都係荒地嚟嘅。咁即管話政府依家報告顯示係有133嘅企業註冊嘅，但係火炬開發區委員招商科負責人坦承啦，80%嘅企業呢都係採用深圳研發、中山生產嘅飛地模式，實際嘅居住需求呢不足規劃預期嘅30%啊。冇產業嘅話呢，就冇就業崗位㗎，冇就業崗位呢，就冇辦法吸引常住人口啦。缺乏人口支撐嘅樓價呢，終究都係空中樓閣嘅啫。對比東莞濱海灣新區呢，
就因為承接咗華為、OPPO 呢啲咁嘅企業總部，累計引入咗500強項目啲都有27個，先可以實現樓價穩住3萬蚊一方嘅呢個實力嘅啫。第二彎就因為人口導入不及預期，加劇咗供需嘅失衡啊。2018年到2023年，馬鞍島所在嘅退休新區長住人口，咁同期話住宅供應呢就大幅增加，住房套戶嘅比值呢升至 1.6， 人口嘅增長速度呢係遠低於房價嘅供應速度㗎，咁導致咗大量嘅房源都係閒置嘅。咁數據顯示呢，2025年嘅1到5月呢，馬鞍島片區嘅新房成交套只有67套，基本上多個月嘅話都係零成交嘅。同埋2021年嘅火爆形成咗天壤之別啦。咁而東莞嘅濱海灣新區呢，近5年嘅供地僅為馬鞍島嘅1/3，但係卻承接咗深圳外溢人口超過8萬啊，供需關係嘅健康支撐起房價嘅穩定。第三呢係通勤成本同埋配套兌現嘅相同落差，擊碎咗好多人嘅同城夢。開發商呢曾經宣傳話15分鐘通勤，喺現實中呢因為局限於一個過橋費、交通擁堵呢啲因素實際通勤時間係超過1個鐘頭嘅，難以滿足到日常嘅通勤需求啊。更加重要係公共交通配套缺失，等啲冇車嘅上班族呢真係望而卻步啦。咁即管依家樓盤推出咗一個社區巴士，5蚊可以翻去深圳寶安中心啦，但係呢班次呢非常之有限，靈活性不足啊，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通勤嘅問題啊。同時嘅話呢，教育醫療商業呢啲配套嘅話呢，都兌現嘅週期呢實在係太長啦，等啲購房者呢居住體驗呢真係大打折扣進一步削弱咗一個區域嘅吸引力。講到最後啦，希望馬鞍島可以加強同埋深圳產業嘅協同同埋完善逐步提升啲人口數量啦。呢個區域呢都係有一個提升嘅空間㗎，但係呢就需要時間同埋耐心啦。我係 Joe 神，今期節目呢就到呢一度啦，我哋下一期再見。